新竹縣某一間高職附設國中部有一名14歲姓陳的學生，昨下晡協助學校把會當收的籃球架收起來時陣，唔知是啥原因，這籃球架倒落來煞撞到伊的胸坎，就算送病院了後，有關是救無回來。學校有隨來啟動這應變機制，也完成相關通報，針對佇現場的老師和學生，會提供心理支持服務。這個學生練習籃球的籃球架啊，會當拗起來了摕去收，在發生意外了，電線攏袂恢整理。新竹縣有一間高職附設的國中部，20下晝，一個國中3年4班的學生在收籃球架時陣，互架跌到胸坎，送醫救袂大。經旁人轉述，有向老師反映頭暈，且遭重物壓砸胸部部。5個孩子在操作，那有1個孩子是受傷，那有4個孩子就趕快緊急去請老師來做協助，老師馬上就趕快來做處理。學校講，學生迄當陣佇咧進行暑假籃球訓練，發生意外了，會提供家屬陪伴甲協助，會互佇咧現場的老師、學生心靈的支持。縣府講，發生意外，學校有隨啟動緊急應變機制，要進行校安通報，也通知家長。縣府舉辦相關單位協助學校進行相關停書。比如說，像這個籃架的前後，非常建議都不要有人員在前後的位置，就安全位置是在兩邊。北京的廠商講，這種籃球設備要收的時陣，上好是8個人到10個人來處理較安全。代志發生的原因也閣會調查。長期關心校園安全的團體對教育部公布的校安通報內面發現，運動場是學生佇咧學校上接受傷的所在。設備本身安不安全嘛？像這麼大型，然後又重，需要折疊或者是機械的這個設備哦，我們不能假設它永遠不會故障哦。那它如果故障的時候，有沒有另外一個機制、另外一道安全鎖哦，去防止它墜落或者是倒塌？儘管基金會認為這件不幸的意外不是單一原因所造成，所以應該檢視設備構裝了的安全機制，也個操作規範或者是遵守的項目。也建議教育部對這種大型設備做一遍總體檢，確保使用的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